港澳嘅街坊朋友睇過嚟啦，今日睇到裕豐名門嘅筍盤，實用率超標，一入門就送你8個方同埋呢間房。而家睇到嘅係128方4房2衛嘅交樓標準，南北通透，餐客廳一體化設計，間房都好闊落，睇小區遠景。珠海買2房嘅價錢喺度可以買到4房，仲要係精裝現樓60萬方，純屬大盤。交樓標準直情係片區標杆，項目5分鐘就可以去到華發商都環宇城，15分鐘可以去到拱北口岸、港珠澳大橋口岸。如果唔想揸車，樓下仲有業主直通巴士往返港澳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心動嘅朋友，快啲揾我攞詳細資料啦！